其实劳工法里面它没有明确的就是区分员工跟试用期员工的差别。试用期员工能请带薪病假吗？其实劳工法里面它没有明确的就是区分员工跟试用期员工的差别，所以只要你的服务就是满1个月以上呢，其实你就是算是正式的那个员工，所以你是可以享有就是这个带薪的这个病假的。试用期员工和正式员工其实它的法定的福利其实没有差多少，因为就是像我刚刚所讲的，就是根据劳工法里面就是没有明确的一个任何条例去区分试用期员工或者是正式员工。那如果说它真正可能有差别的福利，就是公司额外给出的福利，例如说可能那种就是你可以去annual trip 啊这种。爱从自己开始，活得更精彩，且行且珍惜爱人。